艺人黄子佼黄子佼即马是搁互指控讲，有一个受害者伊即马是出面讲，伊17岁的时去互伊性侵犯。另外呢，嘛引起讨论的是，伊嘛有这一寡未成年不当的性影片。也若昨昏，世新大学有发布新闻稿，讲已经决议讲要对结出校友一个名单内底，甲黄子佼除名。艺人黄子佼去年甲前面涂红坡涉犯强制猥亵等罪，得到无起诉。暗过77暗时，告受害者妻女透过签字的长文壁空，17岁时阵互黄子佼侵犯，引起大家议论。黄子佼太太孟耿如各关所有的社群媒体，因为检方搜查黄子佼的时阵，发现伊为不法论坛未成影像其中7部牵涉绩效，判缓起诉2年。互各界批评处分伤过轻，那刘立辉也安尼演绎受罚，希望加重罚则。如果是以对价关系取得青少年儿童的性影像者，那应该处以3年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，3年以上就没办法缓起诉。他购买跟持有儿童或者是少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性影像，我们来增订相关的罚则。政府对于性骚扰跟性侵害呢是零容忍，而对于这一个儿少的性剥削呢，更是绝对零容忍。根据即马低效性剥削防治条例，持有低效性影像人只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或者是并科3万以上30万以下罚金，并无特别规范买人的法律责任。法律团体的呼吁修法应该更加完善。我没有去打破这个供需链的情况之下是不够的，应该对购买的持有者应该是比较加重他的刑罚的。法律救援基金会指出，黄子佼买影片来源是进前被查到有台版N号房的称号的性犯罪网站，因讲是助长性犯罪产业的强犯。咱应该参考国外司法体系建立持有、散布、及制造低效性影像的犯罪量刑标准，也加强源头查缉，将达到协助甲预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